有冇發覺你嘅下屬咧，經常都做唔到你想去做嘅嘢咧？好大機會咧，其實你嘅指示咧係唔夠清楚嘅。打工嘅時候咧，有個老闆咧成日都叫同事咧要扯啲，其實我哋都唔太明佢想我哋做乜嘅。扯啲即係咩意思啊？開會時候進取啲問個客嘢，報價之後日日追住個客，其實可能全部都係嘅，但係咧就會變成同事自己定義嘅扯咯。有人覺得一日追一次已經好扯，有人覺得一個鐘追一次咧先叫扯。到自己做老闆之後咧，先發現咧其實自己都係一樣嗰啲咁虛嘅字，叫人勤力啲啦，叫人有信心啲啦，虛到不得了。咁但係咧之後咧，我喺 ASKTOK 門市裏邊咧學識咧要將呢啲咁虛嘅字咧變成可以執行嘅 action 咧先至得，唔好有人估下咯。例如勤力啲，可能叫佢準時翻工啊，每一晚用多半個鐘去睇行業相關知識啊，叫人有信心啲，譬如叫佢對人講嘢嘅時候要望住人哋對眼啊，説話嘅時候語調比較短同埋肯定。到最緊要嗰個字即係長啲啦，譬如話電話響3下要聽，隔2日咧就要跟進一次。如果個客唔聽電話咧，你用其他方法揾佢出嚟，俾出一啲可行嘅指示，溝通成本咧先會大幅降低，整個工作效率先可以有改善咯。